We once lived in a home 我哋 surrounded 曾 by 經喺間四圍都係壯麗樹木嘅竹屋度住，門口仲有一棵好靚嘅柳樹。有個凄涼嘅夜晚，颳起咗一場猛烈嘅暴風，而棵柳樹冧咗落嚟，成棵樹被連根拔起，瞓咗喺度，睇到都覺得難過。正當我準備開把電鋸將棵樹鋸成木柴嗰陣，我哋嘅鄰居就跑咗出嚟制止我。佢斥責我唔應該放棄棵樹，仲語重心長咁敦促我哋唔好搬走佢。然後佢指住一棵仲插喺地下嘅樹根話：如果我哋將捆樹撐返起，剪走啲枝條，再滋養佢，啲樹根就能夠再次扎根生長。我懷疑一棵已經擺到明冧咗而又陷入險境嘅樹，仲有咩可能生還同恢復生氣呢？我推斷，就算呢棵樹真係開始生返，都一定撐唔過下一場風暴。不過，我哋明白鄰居相信呢棵樹仲可以有未來，於是就照佢計劃咁做。咁結果呢？過咗段時間，我哋見到呢棵樹開始扎根，有生命跡象。而家12年過後，呢棵樹生機勃勃，根基穩固，充滿住生命力，並再次成為美麗嘅風景嘅一部分。我同世界各地嘅聖徒見面嗰陣，總會諗返起呢棵柳樹點樣喺好似咩都已經失去晒嘅時候，都仍然保有希望。有啲人曾經對福音有見證，就好似嗰棵柳樹咁堅實同生機勃勃，然後因為一啲獨特嘅個人原因，佢哋嘅見證變得薄弱，最後失去信心。另一啲人就捉實嗰啲深深植根喺福音土壤入邊嘅細小樹根。我一而再，再而三咁受到好多人生故事啟發。呢啲人選擇重新恢復自己嘅門徒身份，返到嚟教會呢個大家庭。佢哋冇將自己嘅信心同信仰好似冇用嘅木材咁拋棄，而係回應聖靈嘅提示同慈愛嘅邀請，返嚟教會。我喺韓國出席一場支聯會大會嗰陣，有位重返教會嘅成員分享。我好感謝啲弟兄願意接納我信心上嘅不足同軟弱，向我伸出援手，亦都感謝嗰啲仲係對我好親切嘅成員。我身邊仲有好多朋友係較不活躍嘅成員，搞笑嘅係佢哋會彼此叫對方要返嚟教會，重拾信心。我諗可能佢哋都好渴望有信心。對所有渴望有信心嘅人，所以我哋要邀請各位返嚟。我應許各位，只要你哋再次同聖徒一齊崇拜，信心就能夠獲得鞏固。有位嚟自非洲嘅返鄉傳教士曾經寫信俾一位資深嘅教會領袖，向佢道歉並尋求原諒，因為佢自己曾經因為佢關於一項文化傳統嘅教導而受到冒犯，進而離開教會。佢謙卑咁表示，很遺憾地，我在15年前覺得自己被冒犯，這件事使我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我失去了非常多，多到我無法想像。我為自己這一路以來可能造成的傷害而深感羞愧。但最重要的是，我很高興自己找到了回頭的路。所以對所有意識到自己失去咗啲咩嘅人，我哋要邀請各位返嚟，使到你哋能夠再次品嚐到福音嗰份令人喜悅嘅果實。美國有位姊妹離開咗教會好多年，佢返嚟教會嘅故事，對嗰啲因為親人離開教會而悲痛嘅父母同屋企人嚟講，蘊含住有力嘅教訓。佢寫：我可以列出眾多的理由，訴說自己為何離開教會和福音。某種程度上，我也遠離了家人，但這些理由並不重要。離開教會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重大的決定，而是無數個選擇。但我一直都知道的一件事，我的父母確實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並堅持到底。
他們決定要愛我。我無法得知他們流了多少淚，度過多少個無眠的夜晚，也不知道他們在祈禱中替我說出多少真誠的祈求之語。他們沒有因我的罪批評我，反而他們在我處在罪惡中時呼喚我。他們沒有讓我感到自己是家中或家庭聚會中不受歡迎的人，若有的話，也是出於我自己的想象。相反地，他們不斷接納我。他們一定看得出我逐漸變得暗淡無光，但他們知道當時的我只不過暫時無法散發出應有的光芒。我重返教會的路途和離開教會時一樣錯綜複雜，但在回頭的路上，有一件事並不難，那就是感覺回到自己所屬的家了。而家我今日嘅信息係特別要俾所有曾經感受到聖靈，但係懷疑係咪仲有回頭路，或者懷疑自己喺耶穌基督嘅復興教會係咪仲有一席之地嘅人，亦係俾任何喺度勉強持守住，或者受到試探想要離開嘅人。呢個信息並唔係挑戰，亦唔係譴責，呢個係以愛同真誠渴望嚟發出嘅邀請，歡迎你哋返到嚟你哋靈性嘅家。我祈求你哋喺聽到救主耶穌基督以下呢項慈愛嘅邀請以及偉大嘅應許嗰時，會感受到聖靈嘅見證。你們現在還不轉向我，悔改你們的罪而歸信，讓我治癒你們嗎？每個星期都有好多人回應救主嘅邀請，藉由重拾門徒身份同參與教會活動，安靜並謙卑咁尋求耶穌應許嘅醫治，同不時流傳嗰啲講法正好相反。我哋教會選擇保持堅強同增強對耶穌基督信心嘅年輕人，前所未有咁多。當有啲喺迦百農嘅信徒發現耶穌嘅教訓好難遵守，並選擇離開嗰陣，耶穌轉向佢啲使徒問：你們也要去嗎？呢條就係我哋喺面對個人嘅試驗嗰陣，人人都必須回答嘅問題。彼得俾耶穌嘅答覆流傳千古，又發人深省。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所以，當你思考救主叫人轉向佢嘅呢項邀請嗰時，可以從棵柳樹嘅故事學到啲咩呢？第一，回頭嘅旅程往往並唔輕鬆自在，但係好值得。當我哋將棵柳樹撐起並剪去所有枝條之後，呢棵樹並唔好睇。當我哋捨棄過去嘅路，除去心中嘅驕傲嗰陣，亦會覺得自己好脆弱。而當你將信心專注喺耶穌基督同佢嘅福音，亦即係樹幹同啲樹根度，就會有希望同勇氣去踏出回頭嘅第一步。第二，我哋棵柳樹花咗好多年時間先至恢復到同過去一樣咁宏偉同美麗。而家佢比以往更加強韌，亦都更加美麗。你喺信心同見證成長嗰陣要有耐心，包括唔好俾啲未經思考嘅言論冒犯到，例如係你咁多年嚟去咗邊啊？第三，棵柳樹如果冇咗持續嘅照顧同滋養，就存活唔到。當你每星期領受聖餐並喺主嘅殿度崇拜嗰陣，就會滋養住自己嘅信心同見證。第四，就好似柳樹需要陽光嚟讓枝葉再次生長一樣，當你敏於察覺各種感受同聖靈嘅見證，你嘅見證就會成長。就同棵柳樹需要陽光嚟俾啲枝葉再次生長一樣。你要向艾妙萊克學習，佢咁樣描述自己身為較不活躍嘅成員嘅歲月。我多次蒙召，卻不肯聽。第五，
我鄰居知道棵柳樹可以重新恢復成點，主亦都一樣知道你嘅神聖潛能，以及你嘅信心同見證可以成為點嘅樣。佢永遠都唔會放棄你，所有嘅殘缺都能夠透過耶穌基督嘅贖罪獲得醫治。我見證天國會為嗰啲回頭嘅人歡欣。我哋需要你，我哋好愛你。我見證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救主，佢會賜俾所有返到佢身邊嘅人更大嘅平安同喜樂。佢慈悲嘅臂膀並冇收起，而係向你張開同伸出嚟。返嚟教會永遠唔會太遲。我哋歡迎你，我哋衷心歡迎你返屋企。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